杨受成博士今天为成龙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，帮他举办了庆祝会，一众群星好友也到现場祝賀，包括劉嘉玲、張學友、黃秋生、曾志偉、謝霆鋒、夏華強夫婦等。係啊，因為一路以嚟由嗰個提名 announce 到我攞獎，已經係得到好多嘅褒獎啊，同埋恭喜啊，我都唔想再做，我覺得人哋話我喺度想炫耀，所以我一路阿楊生話一攞咗嗰日就同我做，我一路就推，我想越低調越好。可是今天怎麼就不見老婆林鳳嬌和兒子房祖名的身影呢？冇啊，唔叫佢嚟嘅。佢哋日都睇住個奧斯卡睇到悶啦，攞過少少啦，阻住晒啊！揸住個獎啊？唔係，擺咗屋企啫嘛。問到吳啟烈和吳卓林最近的家庭糾紛，成龍大哥則扮作聽不到，迅速逃離。咩事啊？今日多謝。